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话讲：烧本嚼春，烧手食无分。这个意思是考劝大家爱烧牛，卖烧精，安尼大家拢有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抢，读怎样抢？第二条，烧抢的抢。台语字典解说抢的意思，就是夺取，像讲抢劫，也就是用暴力的手段，甲人夺取财物，也就是会当讲是用强力来夺取，卖当讲是强抢。啊，若犯强盗的案件，就是抢案。也个旧历7月时啊，普渡活动有抢歌。另外，有一个词讲是抢错，会当形容粗骹粗手无细力，卖当形容物件乱糟糟，也是讲爱赶紧来办的代志。像讲做代志，就爱较抢错咧。也就是骹手爱较紧的，这个文音读做抢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抢市，意思就是真热市，生意真好，真侪人想要买。颠倒变的词就是败市。第二个词读做抢头标，也就是第一，卖当讲是抢头香、亚头香、亚头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大概大卖场办的是办购物消费活动，真侪消费者真早就来排队，拢想要抢头标。可能是抢市的产品拢有限量的关系，一粒随互人抢了了，莫怪大家拢足着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抢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抢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